来关心台北市的户政柜台，有议员发现讲，户政业务的申请量是真大。这5年的时间，户政人员平均离职的比率有达8.11%，黄批评市府的宣导无够。有民众反映讲，因线顶若是申请的时阵，请在会去用退件或者是爱补件，落尾手要是就爱去现场走一抓，应该爱好好改善。嘛建议扩增健保卡的认证。因内民政局是回应讲，会加强宣导，也佫有改善健保卡认证的使用。在台北市有9成的户政业务会当直接线上申请，验估议员发现，真侪民众拢无用线上申请，是走柜台办。户政业务的申请量真大，在最近5年，户政人员平均的离职率到8.11%，批评市府宣导无够。而且民众也反映讲，在线上申办定定被退件爱补件，最后议员是爱走到现场办，应该全面改善。你会比较方便。有的先生有的老人家不会打，有事情当场问比较清楚啊。网络上我不会上，老人家不会上，都是直接来这里办。通常不会在尖峰时间过来了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以后还是要从电脑直接办比较快啦。真侪年纪较大的民众讲，对网络改变模式、操作佫无安全感，议员较关系到户政事务所柜台办。有民众建议讲，即马拢用文字直咧做说明。可能会当用图片，佮搭配指引，一步一步教民众安怎做，更加方便。毕竟我们使用的逻辑不是他设计者的逻辑嘛，希望是不是只有文字，它可能会有一些截图。那我们要在哪一个地方按下什么键？有民众也反映讲，在线上申办只个人使用自然人凭证，网络的设计佫无友善。民代建议应该开放增加健保卡认证。对此，民政局表示。户政业务线上申办，依照户籍法的规定，是由内政部组织规划，并且在户政司全球资讯网提供户政的网络申办服务。那它会利用自然皮的 IC 卡去做一个使用的界面，是因为目前这个 IC 卡是网络上的数位身份证，未来如果要使用健保卡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一样是要询问到内政部去研议规划，看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可行性。民政局也进一步表示，将会加强宣导，并且行文予内政部，建议增加用健保卡申办，提供更加多元方便的管道，让民众更加愿意伫咧线上申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